立辉，讲台语，下百万。今日欢迎咱第一组的来宾的家庭海家，海产，真正巧，准备好呀，快去到！好啦，看得到啦。好，第二组的来宾家庭，咱选家，恭喜，很厉害，700万，我来啊！哇，真温和哦。好，来第三组的来宾家庭，大家，大瑞，真诶，无你甲你操蛋，我是谈一场完美恋爱。嘿啦，真正，我咧甲你臭蛋的啦。是啊好，好来，再来本家，欢迎啊！大家好，阮就是本队，本来就上水，本来就上巧，本来就是第一名。赞，气势拢出来啊！讲好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今日四组的家庭拢来啊！是但是啊，毋过哦，歹势，就敢若剩安尼啦，啊，哎呦，安尼啦。一组会使进入100万的决赛哦。是决赛进前，咱先来问者，吼，因为徛你的家就是进前，吼，初赛拢过关啊嘿，无毋对，成绩拢真好的哦。咱来问者，咱第一组的吼，咱海甲阮海产啦，水酒海产，海产，哎，海产介绍一下今日的成员。今仔先来我带阮的海产部啊，海产部啊水啦，啊，还有阮的迄助理啊，小助理，啊，还有我上爱的查某囡仔 Amber，哦，好，欢迎您来哦。谢谢好，来，我咱的选家是我的队长主选，是今日主选来，你的成员是我今日从安国伟，哦小英、万师弟，是也是师妹艾薇。是欢迎今日啦，换安来呀，是啦，福气来要来呀拼啦欢迎您来，是后来我说的去就是咱的单啦，正高单的来啊，介绍介绍者，诶，我是队长建宏，建豪是。因是阮的帅哥英员，嘿来甲伊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文豪。红河，你好，我是涂善存，善存大家好，我是刘明鼎。明平，今日建宏出来是因为啊，建宏是顶抓无来，对，顶抓无来，顶抓是英宏，哈，嘿，英宏两个嘛是共阮拢红啦，嘿，拢来代班的啦。不过我甲你讲哦，运气较想要会无共款哦。哦，因为咱导演来啊，好，要介绍伊的新戏单一段样完美的恋爱，恋爱，是一个音乐加爱情的故事。哦，音乐跟爱情的故事，是2月1号， 2月1号，恭喜 Plus，恭喜 Plus 2月1号，嘿，就是2025年啦，嘿，2月1号，是2月1号。恭喜 Plus 要播出来哦，好，那介意想要谈恋爱的心情，通甲阮欣赏一下支持一下哦嘿，好来，我刷落去吼，来，吼，咱本家阮的阿本，耶！阮搁等啊，甲顶届共一个组合，同齐查理、阿个阿凯、甲珊珊。是运气拢搁跌啦。嘿啊，阮即届一只这几组内底，阮是第一名哦。哎呦，阮奖金偌济知无？哇这1000块，是上后壁算过来第一名，嘛是第一名，哎嘛是第一名，厉害哎，不要紧对无？因为那你讲的，阮在对迄谷底甲爬起来对无？是无毋嘿啊，有对？当时迄過程上重要啦。过程较重嘿啊，就敢拿这本册共款，我开下来。是对吧不 OK 的我们也很好。哦，嘿啦想法不 OK 的我们也很好嘞。对啊，有当时阮爱拼嘛，迄人生的过，生活的过，爱拼爱努力，尽力到底。啊，若无赢嘛，不要紧，对不？嘿，好，欢迎你来呢，吼，希望100万回到等啦，加油哦好，进来决赛就好啊啦，吼，好，进来介绍咱第一个老师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，大家好，我是秀琪。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旺旺哦。以后台语就看恁大家啊，加油哦好，进来的第一回合，斗阵手擂台。
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斗阵唱擂台，哎呦，加油哦！要安怎唱啊？甲4队报告一下，咱这回合哦，每一摆拢爱派一个人出来答题。一个人，一个人。嘿，一个人出来就是有2题的机会。哦。嘿，一题就是5000块，表示一个人出来才抢1万。哦。所以4个人出来就使抢4万哦。哎呦，听到大家敢若拢目睭拢白金吗？嘿，4万块先摕起来啦。但是要注意。嘿，注意哦。一题干那使回答100，那讲唔对，机会就别人的啊。就别人的啊哦，啊若知影答案就紧的来，有甲试落去就对我啦。好，安尼了解啊哦。好，来，即马紧来讨论，看倒一个第1位起来，先甲这5000块摕起来。来，你先厉害，来讨论一下哦。手头来哦，先出来，先出来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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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真好，这4位起来，拢大家拢感觉吼，拢巧巧啊，毋过拢足缘投的，无什么把也袂感觉。加油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，加油啊！那行拢头咧咧啊！咱来有自信，因为啊，这真简单，你要看提示，恁去想，恁这应该拢足活泼，拢足好想，嘿，好来，上个咱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3个字。咱先看第1个提示，啦啦队。第2个提示，台湾上大的，还是要搁听一个？好来，阿本，哦，好，你第落摇。我有想法，我有想法。好来，这个所在咱常常会听到，伊敢知影伫倒位咧？上个咱这题有几个字？这题有3个字。 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，咱先看第1个提示。啦啦队。嘿，迄话迄个啦啦队，嘿，啦啦队，吼，讲加油的，加油的。好，来，佫唔知啊，吼，第2个提示。台湾上大的。台湾上大的啦啦队哦。哦，是啥话咧？有无？有答案就紧来试，若无，我要佫继续哦。还是要佫听一个？好，来，阿本，你敢有试？哦，好，你第落摇。我有想法，我有想法。好来，迄叫做大脚人。大粒。我给你选择一种讲法拢会使。我咧摇就是讲这啦啦队啊，棒球啊，伫台湾上大的场地，大巨蛋。啊，毋过你有想过后壁3个会讲啥无？我感觉就是棒。有把，有把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大脚人。老师大脚人对唔对？你的伊麦甲收一下，嘿。表示答案是真话。来哦，有要摇者，还是讲咱佫继续看一个提示？搁看一个好啦。再看一个吼，来，第3个提示是啥？下水道救命！来，小英。周杰伦，嘿，演唱会，因为最近改有名嘛。是，对唔对？台湾上大的。台湾上大的。啦啦队呢？啊对哦。哇。嘿啊。啦啦队。有现场该在粉丝啊。哦。嘛对哦。伊伫台湾上大的所在办迄个演唱会嘛。是，无唔对，所以讲。你要问的是，你要答的是，迄个所在也是啥人？要迄个人，迄个歌手。哦，真正的吼。歌星，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周杰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周杰伦对唔对？唔是人哦。不是啦。已经讲我真清楚啊。有无？有答案无？无答案，我就要第4个提示哦。都无哟。好，来，第4个提示。拍鸭球。哎呦，安怎讲啦？嘿，知影多讲，老师他多讲啊，伊的音有差一时啊。对啊。进来，来。好来，陈顺。
高能，大高能，高大巨大，嘿，大高能，大高能，大高能，是，你念的是大高能哦。嘿对好来，老师大高能对唔对？咱你嘛袂使。来，大什么能？大姑是姑，伊是句，所以是大姑。啊，但上尾一支我嘛刚才有能嘛，大姑能。哦，大巨蛋大姑。是。对。好来，老师大姑能对唔对？安尼嘛大姑。哎，这就来问咱老师到底是虾米话哦？正确的念法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念法是。来大巨蛋，咱有两种讲法，一种叫做大鸡蛋，一种叫做大骨蛋。大孤蛋，嘿，大鸡蛋，对对，是。你能是形容啦，咱这专有的词吼，所以咱得直接用迄个蛋，袂使讲哦是卵安尼，迄是咧形容讲哦一粒是大粒的卵的意思。差几岁啦？啊，毋过真正甲因拍无啊，拢真好，因为啊，就是爱安尼加讲，毋管有分数无分数，咱就加讲，拍拼讲就对，咱就赢。好，不要紧，够一条命。好，好来，几个你？后一题啊，后一题三个字。三个字哦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嘿，来，咱看第一个题是。足多糖蒜，就得糖做糖蒜，哎，做做糖蒜，这物件糖蒜的。是，好来，第二个题是。这酸掉。电信网络。哦，电信网络，足济糖蒜电信网络就即卖时代啊，是唔是？好，有答案无？无我就搁提哦。好来，第三个题是。全部拢爱。全部拢爱啊！哦，搁有糖蒜，搁爱哦。啊，本来就是做这款糖蒜。是。啊，阮定咧讲手机啊，你爱买这电信嘛，对无？全部拢好啊，全部拢系吃到饱，食到饱。哦。你会知爱你安怎开讲就安怎甲抬杠落，食到饱，食到饱，食到饱，对不？哦，好来，老师食到饱对唔对？哦，这少年有影。厉害！恭喜咱家己的5000咯！是全部拢爱嘛，全部拢爱嘛，餐厅啦，嘿啦吼，799块，嘿，这上基本的，拢会甲你讲799，799出到饱，哦，好，不要紧，来看第二位哦，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要开始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放轻松，好啊，看海提示哦。好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看第一个提示。哦，愈食愈刷嘴。愈食愈刷嘴，安尼应该真好食哦。嘿啊。好，来，第二个提示。巷仔口卖宵夜。巷仔口卖宵夜，哦，敢若四界拢有呢。哦，这真侪巷啊哦。嘿啊，来，已经第二个啊，第三个哦，来。你有答案就试哦。无啊无。无好，要看第三个提示无？手较紧的哦。来，第三个提示。高赞塔。哎呀，有肯定啊哦。好，来，看你的答案是。咸酥鸡。咸酥鸡是倒位看到咸酥鸡？因为我食咸酥鸡拢会愈食愈刷嘴，啊，阮行出去就有买啊，啊，我爱问迄个高赞塔。吼，伊拢会教一高赞头，大家盖芳啦，对啊啦，对啊啦。所以咸酥鸡，来老师，咸酥鸡对唔对？恭喜！厉害！来分数，恭喜啊！本港嘅呢个5000咯。好，来，咱要继续看5个提示哈。来，第4个提示一下。细底鸡吧，嘿，细底鸡吧，再来胡椒啦，是这是上重要的胡椒盐啦。台湾小食啦，是无唔对，来，搁继续哦，搁有一条命，免烦恼，哈，会当我来哦。上个咱请出题，是这题嘛是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咱看第一个提示，牛，有牛，有哦，好，来第二个提示。冬葱花，冬葱的啦，冬葱花跟牛有关系？嘿啊，是什么
是牛的东窗花吗？应该唔是吧？牛未开会吧？哦，好来，拢无吼，好来，手紧哦。来，第三个题是比来比去哦，比来比去，应该知影吧？比来比去哦，是虾米话咧？三个字的哦。好，那无我过来哦。第四个题是臭蛋，臭蛋。好，臭蛋，牛东窗花比来比去，三个字的。足简单的哦，来，海参妈妈，海参嘛。分鸡龟，哦，为什么？分鸡龟啥那分鸡龟？因为臭大嘛，就是比大家比来比去，啊牛就是吹牛。哦，哎，啊同学会的时阵就会讲啊，人阮即马做啥，啊恁做啥，伊做啥，啊大家就会比较。袂使输，但是我不哎，哦，真有道理哦。好，来，你的答案是？你讲老师听。分鸡龟，分鸡龟，老师对唔对？海参嘛真好。厉害！来分数。恭喜咱的海家得到5000咯。好来，咱来看上尾啊一个，是用笨的，用笨的，嘿，鸡龟啊嘛是用笨的，是。好，来我即摆看一下分数吼，来看阮的海家，即摆有5000。嘿，啊那咱的平价，平价，啊嘛是爱心，爱加油好，啊！来咱的大价，大价即摆嘛是爱心，嘿，爱开市哦，爱开哦。好来半价，即摆有1万。好，不要紧，还有第三位哦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100离咱足近的哦。好，来咱这题有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咱第一个题是有2粒，有2粒，有2粒，有2粒无？我想正常的人拢应该有2粒吧？是。好，来看第二个题是哦。制作料。哦，制作料应该这明显啦。什么物件？哎呦哎呦，红河。红河。应该知影啥位？我不会讲肾脏，我不知。啊，你也在讲啊？邮寄。什么记？邮寄。邮寄。好，你是倒位看到邮寄？2粒嘛，邮寄有2粒嘛。啊，放流伊制作料，嘿，制作料，嘿，应该是邮寄料啦。来，老师，邮寄对唔对？哎，恭喜！来分数，咱大家加5000。好来，啥乃是邮寄咧？哦，第三个题是做起来会食。因为补身体。是。对查某人来讲啊，也是讲本咱平常时啊，身体要补时阵，邮寄真好。袂歹。好，来。刷落去，麻油，麻油一定爱擦麻油盖芳啦。对啦。来，搁刷落去。伫咧腰的后壁边。是腰咧倒位是遮？腰后壁边。就是遮。吼，这肉嘛是，这油脂较想呀，买着好油脂吼，袂歹。赞。迄只质量真补，是。好，来，搁一条命，继续哦。来，这题几个字？3个字。好，3个字哦。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第一个题是人绳。人绳，大家知影人绳是啥无？人绳。马紧讲第二个题是。好，来，第二个题是肉粽。肉粽，哦，是要吹啥药啦？知影无？无来第三个哦。来，第三个题是全球上怪的食物。上怪的食物伫咱台湾上怪哦。哎呦，人参肉粽个全球上怪的食物哦。阿姊，我会使甲因解说看卖人参是啥无？好，人参就是蒸笼。哦，嘿，蒸笼。嘿，人参肉粽是全球上怪的食物。是，好，会当哦。哎呦，低会贵。哦，为什么？一定丢啦。为什么？你有打电话问恁爸？无啦，可是肉粽。是啊。对啊，肉粽跟低会贵。低会贵。低会贵，吼。确定吼。低会贵。那无你爱甲恁爸爸摕奖金吗？好。好，来，老师低会贵对唔对？低会贵的对啦。厉害！来分数。恭喜哦，海家加5000。是。
好来，咱看后壁后两个提示吼，阿多啊会惊，嘿，啊个煞就是盐水，嘿，迄味较重，大家嘛会惊。啊，为什么跟肉粽有关系？人生的吹肉粽，我感觉是安尼。哦，是应该是吧？是不是？啊是食起来滋味啦，滋味高感滋味做的啦。海产有巧，虽然你是海产，我你要对这嘛袂歹哦。对。是，好来看成绩一下哦。咱海家，今嘛有1万咯。好，咱现价啊，嘛是爱心一粒啊，加油哦！嘿，加油哦！好来，咱单价有5000。半价哦，有1万。好，不要紧，上尾就要来今日换人。第4位啊哦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好，来哦，来，咱这题几个字？这题2个字。2个字哦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，咱看第一个提示。我无你惊你。我无你惊你。好，来第2个提示。路边大声冤家。路边大声冤家，我无你惊你。路边大声冤家。哦，来。呛声。哦，我感觉应该是安尼，我用药的，因为这2个尔。嘿，是因为冤家嘛，袂当输啊，紧药。哦，有道理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呛声。来，老师呛声对唔对？呛声的对。开始啊，来分数。终于得到5金了。好，来弄出来啊！比赛开始进行。对，呛声。哎呀，无是你啊，我赢啦，你赢啦，就是咱拄拄啊开场迄，就是呛声。是。好，来过来就是囡仔人耍游戏。嘿。我不爱输，你嘛不爱输，对安尼。是。嘿，啊个杀落去是。你是咧大声什么？哦，安尼就拍起来啊。应该是8点钟咧讲的。是。好，不要紧，咱个是条命。加油。来啊哦，好来，这几个字？4个字。4个字哦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，来第一个提示，牛排店，牛排店哦，哦，第2个提示，分开食还是做伙食？牛排店要分开食，还是要做伙食？啊，是的。哎呦，是啥咧？来第3个提示，烘箱，用烘的。牛排店分开食还是做伙食？烘箱哎呦，是什么物件？有无？那有就起标记来。我的酥皮浓汤。啊，台语叫离婚会使。酥皮浓汤。酥皮浓汤。酥皮什么？大声讲给老师听。浓汤。你讲一届。酥皮浓汤。要互你对啊啦。老师对哦。对啦。来分数。终于有得到5金了。好，来，一定爱你烘箱内底嘛，对吧？哈，你就是香西头的。香西头的碗，迄个碗安尼边有2个西仔头。哇，你去看，食迄毋是拢看到？对啊，白色的碗。啊，几个就是西头，嘿，啊，刷落去就是饼。片看要汤顶管。对，我拄仔讲的呢，是。哦，哇，真厉害哦！你倒位看到哈？我原本是想讲意大利面，但是看到红香烘箱就是爱烘的，爱烘的。哦，无唔对，就是安尼啦。好，这个游戏就是安尼佚佗的啦。好，来，今麦上重要是看分数。好，看阮海甲。海甲今麦有15000。看阮现价。啊，开车有5金哦。啊，那单价咧？嘛有5金。半价咧？哦，有1万。真好，来提奖金，咱进来咱的第2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嘿，阮到第1名。大家做伙拼啊！好来，咱
优惠的规则，甲大家讲一甲下。四组报告一下啊，咱这回合吼，所以组就是所有的人拢落来，啊，每一摆吼，阮有题目内底有 A、B、C 3个选项。是啊。嘿，恁就是认为倒一个是对的，就徛喺迄个裤仔内底。哦，拢总6题。6题。6题了后看谁生存上侪人，也是唯一生存的迄队，就会得到3万块。哎，记哩哦，咱一个队拢有4个人对无？爱甲迄风险分开哦，你足确定的哦。唔通大家拢4的4哦。哦，安尼就无讲解好啊。好，下当哦。好。来，上个，咱请出题。是，请问，迄人气夭寿关的歌曲 Queen 卡，因为吼会通讲做阿嬷跪卡，变做迄个谐音，所以足唱的。你敢知影这条歌是谁写的 ？A Twice，B G Idol，C Blackpink。好，来，咱请选择哦。阿嬷跪卡，阿嬷跪卡啦，嘿，我们是。这应该无困难吧？无困难啦，因拢知啦。对啊，啊，若确定吼，就卖黑白。哎，真的哦，我要来开始哦。那20秒2个，7、这个，哎，大家拢知阿嬷跪卡啦。对啊。是，即马拢跪做伙啊。哎呀，拢跪做一伙啊。来，我来问一下。好，来。系呢，我是用删去法，因为不是我刚刚不是 Twins， 我印象拍谁？我会去伊的迄个粉丝嘛 ，Twice，嘛不是 Blackpink， 所以我唔知影是不是 B， 啊，不过我想讲 A 甲 C 唔是应该就是 B。我这来问妈妈，敢会伤过分？妈妈，咱刚才知影是阿嬷跪卡，你要听阿嬷跪卡？没有。伊也晓跪卡尔，伊也晓跪卡。你就要紧的，带互恁母啊跪卡。对。阿嬷跪卡，阿嬷跪卡啦。我记手敢若是安尼哟。是，来阿本来走喺度。阿本。来。要跳应该就伊啊。阿嬷跪卡。阿嬷跪卡。啊来你那些啊妈妈跳对，咱你跪咧跳。阿嬷跪卡。阿嬷跪卡。啊，这条做红的啦。所以讲，大家敢若拢足有把握的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揭开答案是。B。大家拢知阿嬷跪卡真好哦，哈。这个团体大家拢知影啦，吼，是咱韩国真出名的这个偶像团体吼 ，G Idol 啦，吼。伊伫2023年有出一个专辑叫做《I Feel》，吼，啊，其中这个 Queen 卡这个歌曲一连续3摆，吼，伫韩国是得头名摕冠军。啊，伊内底恁大家拢知的这句歌词叫做 I am a Queen 卡。哦，啊，意思恁敢知？意思就是我是一个足水的女王，啊，因为这个 I am a Queen 卡唱起来跟咱的阿嬷跪卡咧，所以真侪网友就安那就作业啦吼，啊雕工，甲唱做这阿嬷跪卡，阿嬷跪卡，所以这个啥会谐音。就唱甲也袂掉啊，会谐音就是恁讲的迷音梗。哎，好，谢谢老师哦。来，今晚各位阿嬷跪卡，来第2题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有人讲家己头壳尖尖是啥物意思咧？你感觉是头脑巧，反应紧，尖就叫干巧的啊。哦，干巧是安尼来的。哦，3个队长一只呢。是啊，啊那无就真就再会啊咧。哎呦，咱队长有把握。到就变输啦。无把握。有人讲家己头壳尖尖是咧讲啥物意思咧？来第2题啊！加油哦！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有人讲家己头壳尖尖是啥物意思咧 ？A. 头壳巧，反应紧 ；B. 固执，袂晓变巧 ；C. 运气无好。好来 ，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来，嘿，是运气无好，还是头脑反应紧哦？系啊，还是固执，佫袂晓变巧哦？还是运气无啥好呢？哎呦，拢大家赶快，拢一个呀！啊，这画面袂歹。好来，紧个哦，到底是 A 啊 B 啊 C 哦？ 20秒要到啊！ 5、4、3。
袂使你人，袂使你人。来哟，调好哦。来，拼分散了。那你感觉要拼就一次拼。等下这个是本的，是后边两个是大的，是来咱问本的，你感觉是头脑反应紧，头壳咸着，咸着就叫干巧的啊。安尼来。尖较高软啦。嘿啦，无定就是哦。就有道理的。有道理。先孙，你感觉咧？你感觉是反应紧？嘿对，我有印象，我阿嬷讲过，不过我袂记你是多一个。袂记阿嬷有讲过头壳尖尖，嘿对。哦，你当阵若是有反应，你连讲阿嬷头壳尖尖什么意思？对啊。你就永远拢会记哩啊。是，好来，咱即马你拢无走。无，你拢无走。是卡麻去啊！快卡麻去。袂赴啊。袂赴啊。你感觉是固执，袂变巧。头壳咸咸感觉应该是固执，直觉敢若是。是，来，咱即马这队有几个？五位有真。有3个队长一只呢。是啊，有3个队长一只。啊，若真正这无去，就拢无安尼。阿红因这队加嘛2个哦。是啊，因无人咧死呢。再会啊咧。哎呦，这有淡薄一样。是啊，咱有爸一道就变水啦。无个听过，毋过想讲迄头尖。反义词就是以后到顶啦，尖派到顶。颠倒摆安尼啦，颠倒摆来是，无唔对，嘛巧呢。是，好，那咱这边的。我知这，因为我之前我甲妈妈要包妈妈的红包，我做一个月去买刮刮乐，我想讲变过我就会一个足够的迄种的。结果伊头壳小甲扒落去讲，你着头壳尖尖的人，你着一钱互我就好啊，莫学袂开。变有对哦。无对啊，我就所以头壳尖尖就讲我运气歹啊。是啊，袂歹，有甲妈妈的道理放伫头壳内面。听妈妈的话啦。是，听妈妈的话，无唔对。卖酒，爱开钱，真济，嘿，安尼就好，爱听妈妈的话啦吼。好来，真好，头壳的嘛吼，咱来看嘛是听阿嬷的较厉害，是听妈妈较厉害。是，好来 A、B、C 即嘛拢有人啊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哇！真歹势，咱 A 甲 B 的，咱车位，等下休困啦。A 甲 B 啊，等于坐哦。好来，老辈的人认为讲头大面四方这款人啊啦，较福相，较有福气啦吼。若这头壳尖尖下頦尖尖的吼，就讲啦。较无福气，运气较歹啦吼。譬如讲，咱若去这买彩券啊吼，讲古的人话就甲咧，家己小气家己讲我着头壳尖尖啊，运气较歹啦，所以唔才袂着奖。是。阿姊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问，头壳圆较有福相，头壳尖尖的无运气。阮这种头壳扁扁的扁头要安怎？扁头生较水啊？是吗？阮妈以前就讲过啊，讲咱扁头的吼，就是迄面会水。哦，安尼我会使接受。因为以前的囡仔嘛，行迄路啊，拢无去甲扁。系啊。所以讲拢互伊安尼困，所以扁头。毋过人讲扁头的囡仔面较水，面头较水。是，对，安尼想就好啊。赞。我嘛毋知阮母啊讲了对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来，即马有3个家庭伫遮，咱阁有哦，继续落去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传统风俗讲若入厝吼，就爱拜迄个守护神啦，爱祭拜啦吼。你敢知影风俗内底咧讲吼，当时是无适合搬厝的咧。A. 旧历十一月 ，B. 旧历6月 ，C. 旧历正月。来，请选择。应该是吧。好，来 A、B、C 啦，吼，来，会记哩哦，风险嘛分开哦。你看哦，海家足干巧，伊拢等甲上尾一个时阵才会去听。偷对，是旧历的11月啊，是旧历的6月啊，是旧历的正月。好，来个4、3、2、1。咱甲阮对调调啦，阮对调调啊！对呢，不啊。
你有感觉哦？你即马足价值的哦，因为大家拢对你行，对啊，行啦。因为啥哪呢？妈妈拢会拜拜。对啦，这厝的大细项妈妈拢会知啦。是，不要紧，妈妈应该知影着。咱问迄种爱考爱对路。爱考爱对路啦。来，是来。爱考爱对。来，公益啊！我多看你，看妈妈的卡上会哦。是，你感觉是旧历的正月，是有厝有拜拜无？有啊，有吼，是啊，所以讲你会照安尼拜。毋过我拢对我妈做伙拜，只是对妈妈。较拄好是进前阮要搬出来的时阵，拄好甲妈妈讲，啊，本来是讲旧年要搬，啊，伊拄好甲我讲旧年无适合搬出。啊，拄好经过这个代志啦。正月15过才好。是，好，你搁去揪一个。我去揪一个。咱来看伊搁头前讲了共款。我感觉这，爱为。这爱考爱退路的啦。这一定用对，这一定用对啦。你做了真好。真好。我只是甲你问讲，你知影啥是旧历正月哦？1月。哦，袂歹哦。袂。是，所以讲你会感觉你内面的意思是，就是正月的时阵。嘿，应该就是一年内底啊，第一个月，上好，上好卖搬厝，还是上好爱搬厝，上好两种哦。他不知道，上好爱搬厝，上好卖搬厝呀。嘿啦，无适合就是搬阮母啊，俩包，这个用地。对。不过白，因为咱就亲像哦，咱你要缀物件共款，咱嘛袂当讲咱俩包哦，是这真自然啦，是。每一个人福气嘛。嘿，无唔对，来看者，即嘛吼，你是六岁拢一招，吼，来3个家庭哦，拢食熬。好，来咱来看者，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来，咱的传统风俗讲，咱大的厝吼，拢有咧甲咱守护的这个神灵，比如讲这个地基主，对，啊，你若要入去大吼，你拢要先甲祭拜者，甲通知一下，甲讲一下。啊，风俗讲有2个月份较无适合搬厝，吼，一个就是咱台湾的旧历的正月。是因为这时阵啊，家家户户拢无用咧过年嘛，所以咱就有一句讲正月无搬厝的话，吼。啊，另外一个是啥？另外一个月份是咱的旧历的7月。啊，这大家拢知啊，因为啊，拄啊好兄弟放出来的时阵，吼，所以咱的风俗就认为讲这2个月份，吼，对搬厝甲入厝较无适当。有缘共款，好来，搁继续落去哦。看即届要对啥人对哦。海山母啊，是不是共款无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真侪家庭拢有日本房啦，是安怎设计的时阵吼，迄个地板拢爱甲挺悬的。A 就是惊涂骹湿气较重，吼有可能会物件歹去的后去。B 是为了要尊敬日本天皇的风俗。C 是为了要增加室内空间。嘿，来，请选择。来哟，嘿。为什么？是因为湿气的关系，吼，也是讲哦，要尊敬着咱日本的天皇，伊的风俗，也是讲要增加咱空间。嘿，来哟，进来哟。莫搁看海山母啊！嘿，来哟，4、3、2、1，动了咧！哎呦，冇对着啊！我甲挤出去的。哎，无对着哦。来。嘛，来，你选的是，好了啊，惊涂骹湿气重，是因为较早日本的时代，因底啊拢会搁起木炭，就是防潮湿，对，还防潮湿，对。哦，这嘛是有道理啦，是，好来开。嘿，你边啊，你即马对母啊，你要做配件啦。是你嘛感觉是湿气的问题？因为台湾的湿气嘛做重啊，系啊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有文化的迄个学习。哦，有道理就对啦。是，无唔对，因为咱甲大陆的厝较无共款，因为较淡。对啊。是，啊，毋过因有当时打的时阵嘛正大。是啊。好来，咱这是 A 哈。A 啦 A。好来，咱即马，啊你拄啊走袂？来，走袂。无对着。啊是有人甲你偷杀。
安尼。我会搞啥？分散风险呐。我刚分散。分享嘛，好分嘿，会哩哦，小英也打责任啦，免烦恼哈。无定着，这就是咱来尊敬日本天皇的风俗哦。因为伊拢榻榻米。对，而且因个爱清气，嘿，无定着，你感觉嘞？因为我拢去日本就侪届啊，不过我其实是感觉是 A 啦。我来讲，你已经徛咧 B 啊，你来好好啊讲 B 的好话，这是你镜头的机会。我感觉就是尊敬。哦，尊敬啦，有道理，因为咱有日本统治过。嘿嘿对。好，明白。啊那莎莎，恁两位是走袂赴吼？无啦，还是人甲恁送出来？四个家的，专四个家，四叠加有道理。叫钢筋诶。所以讲，你的感觉是哦，咱市内的落啊，室内空间，无唔对，是安怎？因为咱即摆有迄种学室有无？合适。哦，一空哎，桌啊会使铺起来，脚会使放入去泡茶、泡麻雀。哦，迄空间就啊，下骹个土会使放物件。哦，会使堆物件，放物件。对啊，你嘛感觉？那我就会打。我原本是要 A 啦。你嘛是讲看出来？唔是，我想讲日本的属用细经，啊，因就够利用空间呢，我感觉死嘛有可能。哦，拢真有道理呢。除了 B 以外，嘿。好，咱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 B 甲 C 先休困一下。请回座。好，我先讲迄个，拄先讲日本的和式啊，吼，啊，咱袂直接翻，咱一般拢讲日本房啦，日本房吼，啊，这日本房地板来退款的道理真简单，拄则来宾拢有讲到啊，吼，是啊，就是第一，就是日本甲台湾的气候拢较哪，较淡湿，吼，啊，你铺伫涂骹这个啥地板，伊就较够凹去嘛，啊，第二。你地板湿气若重，人若困伊个顶面是毋是较无健康？哦，对。所以日本厝的地板，它爱甲褪管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加高，起码剩3个哦。不过人数来就海甲公司，哦，那本来加落啊，加现的拢一个了。好，来，搁加油哦，搁有哦。好，上个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面有乌白切，啊，你敢知影伊所切的迄个切梗，哦，是咱猪的虾米呢 ？A 是胸坎的上大条的肺梗 ，B 是哪后的气梗 ，C 膀胱。来，咱请选择。哦，这答案有咧食就知影哦。是上大的气梗，啊是讲是咱哪后的气梗，哦，啊是讲膀胱。哦，嘿。这咱定你看到嘛有伫食啦，叫脆管啦。脆梗。嘿，来哦，5、4、3、2、1。哦，来，这题我拄则直接互你的旋转的。是，我来讲，你是毋是有计划？我有计划啦。你是毋是叫恁母啊，甲迄个人？应过去，互伊死死的。我一个人钓就对啊啦，因咧戆戆安尼吼，对唔对啊吼？对唔对啊？来是有用处的啦，有用处的啦，是毋是？你感觉你的是胸坎上大条的血梗啊，我感觉这是嘿。你捌食过无？我捌食过，但我确定唔是 C， 但我就是 C B 甲 A 咧想，但我感觉血梗应该是嘛袂脆，因为血梗甲气梗拢脆，是，拢是口感拢是脆。啊，毋过大条。较细条，大块的，较细块的，我有大块的，哦，是真巧哦，真巧，拢叫阿母也去死哦。我来讲哦，伊家应过去了，伊就赢，那丢伊就赢。我赢。来，妈。我甲你问一下吼，你是去用逼的，还是你自愿过来？我自愿过来。你自愿过，你感觉是哪后？气更嗨，因为血管没有那么大吧？是，嗨，哦，血更无遐大吧？你食粗的无？还是食酸？食粗的。哦，食粗的，你捌食过有切梗？应该捌食过，但是没有无足特别去甲注意。太精彩了，是无人是的呀吼，皇宫无人是的呀。到底是不是海产的计划成功呢？来，咱来看海产的计划。好，来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
害厉害！咱平价甲单价请转去。来，来。来，真济人拿去这个面搭食面有无吼？拢加减来切挂这个脆羹来食。啊，真济袂少人拢真兴这味啦吼。啊，因为伊是啥？是猪啊，伊的胸坎遮上大条的血管，就是为咱的心脏甲咱的血管啊拍出来这条大动脉，就是咱华语讲的大动脉啦。好，啊，因为这条血管伊有啥？伊有3层膜，啊上高，啊上润，啊剥开啊那润润脆脆，口感真好，所以才会愈食愈爽脆。以上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厉害！真好！来看分数上重要哦。来看咱海价加3万落去，即嘛是45000。来啊，看咱的现价有5000。啊，来单价咧？单价嘛是有5000。啊，本价咧？本价同款，1万。嘛袂歹。好，即马咱的一片1000斤。嘿，一片1000斤。会多偌奖金？是来奖金偌济？因即卖奖金是偌济？45000块。对啦，45000块就45秒。45秒啊！加落去，搁加30秒变75秒嘛。来，咱这回啊，敢若有3题尔，把握机会，一直试，一直讲，话好大声，我才有法度进行。对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哎呦，加油！秋，哎呦，秋啥？哎呦，为了这油啊！哎呦，就杯，什么杯？哎呦，杯哦。借问一下，你另外2位队员无来哈？你两个咧看电视吼？45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提走偌济咧？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开始哦。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。好，来开始。75秒，开始。 2字。哦，这啥？哦。哎呦，这啥？企鹅加龟，台语。企鹅，不是。啊，正确。来，咱今晚看秒数。 64秒。哇，刚才开6秒。开6秒尔。袂歹哦。开11秒啦，75啦。就开咧。袂歹。强哦。强啦。来，我也袂歹。好朋友才看会出来。对啊。好朋友。我认为因2个绝对不是单纯的朋友。不是朋友啦。未来新妇。未来新妇啦。你看注意。妈妈讲啦。妈妈在讲话。未来新妇啦，较正经，较正经的啦。妈妈才讲你未来新妇啊。我为了好。来，今日哦，第2题啊，较紧张哦。先我你看一下哦。好，几个字？第2题3个字。 3个字64秒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哦，喂嘞。哦。零。不是。太阳。波浪鼓啦。波浪鼓，波浪鼓。不是。唔是。加油。摩天轮。哦，正确。哎呀哟！借问一下，你另外2位队员无来哈？你2个咧看电视吼？你咩录节目咧？我替妈妈讲实话，妈妈拄啊受贡献的哦。起码话你讲的，啊，借问你。我甲伊讲出来。是为倒位看出来哈？伊话人我就知影啦。哦，哟，为人我就知影啦。哇，这你要到达，默契。这个新妇应该爱出。爱出。对呀啦。是啦。好来，即马阁有49秒哦。来，几个字？第3题6个字。6个字49秒。台语6个字哦。嘿，台语6个字的哦。好，49秒，请开始。哦。哎呦。哦，这看就知影吼，秋。哎呦。加油，秋。哎呦。秋啥？哎呦。为了这油啊！哎呦。秋啥？哎呦，加明天。金啥？加油！来，哎呦，秋杯什么杯？哎呦，杯。哦。
你话这是拜，五百保庇。无，哪个你？拜有保庇哦，拜，伊上尾有迄个啊，拜球，假关机拜球头，健康。假关机拜球头，假关机拜球头。来，卡过。加好，我看出来啊。你看出来，手拜落啦。头一日是加，规矩我无看出来啦，拜球头啦。迄日合作拜啦，我看有啦。三支香拜啦，拜球头。下骹迄是啥物？杯啊，我想讲安尼，这才是拜拜啦。迄一杯我是讲是心中必开。杯啦，表数搁做偌济？哦，够材料，袂歹哦。所以奖金是11000块。好，咱就要今日去颁奖。恭喜哦，11000块。真该爱妈妈，爱妈妈。来，奖杯互你，奖杯。真好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林淑琪林老师。老师辛苦了。再见，有智慧。讲台语，铁爸爸。祝你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感谢。辛苦啊。你有甲上尾一题。感谢。谢谢。祝你们播出收视长虹。谢谢导演。